但係我開工第一件事就唔係揸台車出去嘅嚇，因為唔使揸台車出去都可以接到單噶嘛。第一件事係撻台車，好，台車撻得着就冇問題啦。跟住熄咗台車，關翻個車門，因為呢台車太殘啦，我驚一陣間撻唔着台車又接到單就碌骨咁啦。跟住攞呢張凳出嚟，放好張凳，攞埋把風扇，打開個 APP， 開始揾單。一張單都冇，呢啲唔去噶啦，裝7噸。我都唔知啲貨主點樣諗嘅，中貨裝7噸。我台車限咗1.5噸噶嘛，我啲良好市民係唔會做呢啲單嘅。冇咩單啊，冇單就唔喐噶啦，就喺度等住咯。咦？呢度有個荔灣區，荔灣唔行得啊！荔灣嗰邊行國三嘅車，等到11點幾先接張單，69蚊。7公里各位裝貨。喂，你老屎咩？喂，有啲熱啊，開空調又唔得。差啲揩到人哋個後視鏡添。琴日朝頭早又係做一張，今日又係做一張啊！做完呢張單就揾個地方食飯。右邊行，硬係叫我行左邊兜個圈出去嘅喎。我去到呢度開入去，安全第一，一定要慢啊！睇唔到路啊！好，我見到啲貨啦，嗰啲台凳凳，你們看着裝吧，反正裝不下我也沒辦法啊。因為一堆嗰啲咁嘅櫃，我覺得有啲問水啦。呢度仲有6、7個，嗰度仲有6、7個。咦？估計錯誤喎，裝得落喎，仲有幾張凳，應該冇咩問題咯。嚟影張相先，咔嚓，搞掂。7公里過嚟裝送貨，4公里、11公里，11公里就69蚊，去9蚊油。呢張單賺60蚊。開始卸貨啦，春田花花幼稚園，10個字咁上下搞掂。都算係快裝快卸啦。69蚊3毫，搵個地方食晏先。好餓啊！成點鐘啊，仲未食飯啊！呢個地方舒服，陰涼又有風。個風扇都唔使啦，就喺度食就得。好大風喺呢度。今日食咩？薑片、蒸豬肉，下邊呢個菜心啊。食飽飯，掃個車廂，運動一下。最污糟就呢一笪啦，生晒鏽，因為呢度之前係做廚房嘅，比較潮濕。好，搞掂。哇！呢張單，青城區都367啦。呢度裝呢度卸，幾公里路啫喎。不過佢要搬運嘅，呢啲我做唔到呢啲啊，搬到個契弟咁喎。冇單就唔喐噶咯，喺橋底下邊又曬唔到太陽，不過家陣冇咩風啊。食飽飯等到3點先接張單，一人跟車中貨相識，8點1公里中貨，10零分鐘就到啦，呢條路好好行啊。因為你不娶我。裝緊貨，喺呢啲山卡拉地方，呢張單可以啊。裝啲爛膠樽，油你滿個車廂佢都冇幾重嚇。8公里過嚟裝貨，13公里卸貨，21公里，101蚊。呢個爛膠樽，裝滿啦，半個鐘咁上下。
卸緊貨啦。啱先問嗰個老細，佢呢一車爛膠樽賺幾多錢啊？佢話賺5毫子一斤喎。諗唔到啊！嗰啲爛樹頭都收㗎，200-300蚊一噸啊！呢啲搞掂啦張單113，今日就做2張單啦又呢係69蚊，呢邊110幾蚊。再等等啦，睇下呢邊有冇咩狗屎運返去。算啦，唔做啦，差唔多6點啦，過去加啲油先啦。呢個油站6個2咋，順路過去加滿佢。哎呦，跌跌得，好似抽血咁抽啊！好，70升都唔使。佢油站嗰度係收485，但係我 APP 呢度俾咧就俾430蚊，優惠咗55蚊，亦即係話跑咗540公里係430蚊，清零。到步，關燈，熄火，睇下計今日又賺幾多錢先。收入統計181蚊。就係做2張單啫，一張69蚊，一張112蚊。啱先加咗430蚊油，跌咗540公里，8毫子一公里都唔使啊！今日跑咗55公里，8毫子一公里啊！44蚊油，咁就181減44，所以今日賺咗137蚊。